我叫做徐伯林，今年先94歲，13歲開始練武。花刀嘅徐伯林師傅教拳半個世紀，以94歲高齡仍然致力於洪拳嘅傳承。究其原因，竟然係50幾年前嘅一場武林大賽。59年花園武術大比賽，3項比賽拳棍刀攞嘅全齡冠軍，全個花都區出頭，咁就起勢幾挨我去。呢次咧你要鎮正人為我哋花都爭下光啦。咁我哋帶咗8個人過洪熙官武術院，咁你嘅手咧就翻出嚟搞呢啲咁嘢。徐伯林師傅練武至今超過80年，洪拳拳法嘅精妙，加上自己嘅融會貫通，致使佢融合咗洪拳裏面嘅多種套路，早就已經唔拘泥於一招一式。都喺科學雙形同埋喺高條虎拳啊、鐵線拳裏邊，即係產生嚟噶咯，都係玩呢手嘢，玩咗幾十年都係玩呢手，吃虎偷心啊！嗱，佢一拆嘅咁樣，呢手啊刀，隔佢手就刀啦，通天錘，你一拳一打佢，佢一撲，呢手啊咁緊要，懟上去啦！一套拳之中，即係好多咧。對自己都唔係常用實用，即係自己嘅睇法啊，就咁樣擇落出嚟去玩嘅。正所謂力從地起，94歲嘅徐伯林師傅仍頗有腳骨力，呢個就要歸功於洪拳嘅馬步。腳長3倍啊嘛，即係嗰個闊度啊，腳趾咧不入，靠隻腳趾畫住啊嘛，所以話落地生根，跑就跑唔起就咁樣。咁你正牌洪拳咧就係咁噶啦。即係佢玩啲手拳以後嘅手拳咧，對身體的確係有好處。用得年紀大定試過話感冒，你未試過？自細練武嘅徐師傅，至今身體硬朗，食得瞓得。除咗自己日復一日嘅浸淫之外，離唔開屋企裏面嘅賢內助。佢好窮，我有錢嘅，咁咧我係住洋樓嘅，去到佢住嗰間荔枝路，乜嘢都冇。耕田牛都冇隻，好辛苦啊！退休之後，畢婆婆同埋徐師傅就好似退隱武林嘅俠侶。畢婆婆一直照顧徐師傅嘅生活，並支持佢嘅武術事業。朝早去飲茶咯，最遲都6點半，咁去到呢就行個卡，咁就坐一陣，榮威開啦，開就我咁就入去10幾年啦。之前咁佢練咪練咯。佢練功夫好耐㗎啦。28年前，徐師傅牽頭喺村裏面辦咗一間武館，20幾年嚟，從嚟都未收過分毫嘅學費。我牽頭搞嘅，最興旺嘅時候130幾人咯，一路都係我做家頭。嗰啲家長仲高興，只係佢嗰啲仔仔女學嘢咧，1分錢唔零受過。已經教咗20幾年，晚晚去練舞獅啊，以前啊。即係跳呢啲梅花樁啊，出咗事真係好難要負責，諗落咁樣就唔搞嘅咋。自從跳樁以後咧，呢度就係少呢一啲啦，啲人即係咁樣啦。